歡迎收聽 He Observed True 頻道。呢個係一個專注、真實同理性分析嘅新聞頻道。如果你覺得內容有價值，請你訂閱、點讚，支持我哋繼續報道。午飯後空口不適柴灣漁灣村辦事處男職員猝死。各位觀眾，以下係本台為你報道一宗令人惋惜嘅突發消息。2月26日下午約3點57分，柴灣漁灣村漁順樓地下辦事處內，一名62歲姓黃嘅男樓宇監督在工作期間突然暈倒，同事見狀大驚，立即報警求助，同時為佢進行心外壓急救。救護員接報到場，將黃先生送往東區醫院搶救，可惜最終證實不治。警方將案件列作送院時死亡，確實死因有待驗屍後確定。據了解，黃先生由房屋署外判護衛服務承辦商聘請，並非公務員。他原本任職文職工作大約5年，約半年前調派到漁灣村辦事處。消息指，佢在午飯後曾向同事表示胸口不適，之後在座位休息。至下午3點幾，同事發現佢突然失去知覺，頭向後仰，更一度口吐白沫，情況危急。現場同事即時替佢做心外壓並報警，可惜最終回天乏術。黃先生嘅離世對家人打擊極大。佢胞妹黃小姐接受傳媒訪問時哽咽表示，哥哥一向身體壯健，無長期病患，亦未聽過有心臟病等問題，形容佢好正常、好健康。消息來得太突然，全家人都難以接受。黃先生與太太育有1子1女。長子20多歲，在速遞公司工作；幼女10多歲，仍在讀中學。太太任職保安員，一家4口加上胞妹同住牛池灣一個公屋單位，家庭關係融洽。胞妹透露，由於雙親早年離世，哥哥一直照顧佢，主動叫佢搬來同住，方便互相照應，足見兄妹情深。事發時，他正在家中休息，突然接到侄兒來電指老豆出咗事，即時趕往醫院。但途中已接獲噩耗，未能見哥哥最後一面，成為最大遺憾。房屋署回覆查詢時表示，對該名由承辦商聘請嘅樓宇監督離世深表難過，已第一時間聯絡家屬致以慰問，並會配合警方調查，同時聯同承辦商為家屬提供最適切支援。事件再次引起社會關注工作期間突發健康事故問題。雖然黃先生生前無明顯長期病患記錄，但突發胸口不適，其後急速惡化，提醒市民若出現胸悶、胸痛、氣促等症狀，應及早求醫，切勿忽視身體發出的警號。目前警方仍在跟進調查，確實死因有待驗屍報告公佈。記得點讚、訂閱 He Observed True 同撳埋鐘仔，你嘅支持對我哋呢個新聞頻道非常重要。多謝收聽。